一個女人早前喺中環一間牙科日間醫療中心麻醉剝牙之後未醒得返，留院2個幾月，情況仍然危殆。據了解，涉事嘅係位於中環都爹利街1號嘅美健靜牙及牙周病醫療中心。衛生署話，一名35歲女病人1月22號喺醫療中心接受深度鎮靜麻醉拔牙，期間未能夠從鎮靜狀態甦醒，被送往急症室救治。醫療中心事後停止進行深度麻醉程序，已經向衛生署呈報並提交調查報告。署方調查發現，中心未有按條例妥善管理病歷同藥品，亦都未有做好感染控制，已經要求立即改善。有牙醫話，深度鎮靜麻醉喺牙科裏邊主要針對容易緊張嘅病人或者小朋友，病人普遍喺完成手術後1至2分鐘清醒。要有麻師在場啦，咁同埋嚟講咧，就即係個醫生嚟講咧，就同埋姑娘咧，就都要接受過咧，即係相關嘅即係麻醉嘅訓練啦。咁另外所有診所嘅人咧，就都要識得呢個即係心肺復甦法啦。咁即係譬如病人有啲咩事咧，可以即刻咧就即係處理得到啦。咁另外診所亦都有要求咧，就佢所有嘅急救嘅儀器咧，就都要齊全咧。有一啲人咧，佢好緊張嘅，咁佢一坐到上張凳咧，就已經震㗎啦。咁如果譬如你要同佢做一啲剝智慧牙嘅手術啊，或者做一啲種牙或者其他嘅功夫咧，咁可能醫生咧都會建議佢用呢啲咁嘅即係深度鎮靜麻醉咯。呢種深度鎮靜麻醉咧，又冇呢個即係全身麻醉咧，就即係咁深入。咁喺個過程裏邊咧，病人咧其實係可以自己咧就維持自己嘅呼吸嘅。咁當喺個復甦嘅過程裏邊咧，一般都會快啲。佢話同病人做手術前，亦都要清楚講解麻醉風險。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瑩報道。